大家好，Steve Chow S 級金融，今日跟大家講嘅就係咧15個月嚟最強嘅就業數據咧，竟然換嚟咧係美元呢2個月咧係最低嘅匯率嘅。咁美元個定價嘅規則咧就已經全部咧係要改寫㗎啦。咁呢次嘅行情徹底打破咗所有30年嗰個嘅外匯交易嘅習慣嘅。咁呢一幕咧就使到好多外匯交易嘅人咧都睇傻晒啦。咁因為咧4月美國嘅 ADP 嗰個就業人數咧係劇增咧10.9萬人嘅，創下咗咧15個月以嚟最強嘅記錄嘅，遠超咧係市場嘅預測嘅。按照過去30年嘅外匯交易嘅邏輯咧，呢個其實咧係咧代表利好經濟嘅，應該咧係推動咧美元嗰個指數會強勢咧衝高至啱嘅。但係事實咧就剛剛相反喎，數據公布咗之後咧，美元唔漲不得已咧反而跌喎。咁而喺盤中嗰個最低咧係去到咧97.62啊，最終收咧係跌咧到0.5%嘅，直接咧跌至2個月嚟咧係最低個點嘅。15個月嚟最強嗰個就業數據咧，竟然換嚟咧係美元呢2個月最低嘅價錢。呢個信號代表咗咩呢？就係美元定價個遊戲規則咧，就已經係徹底改寫啦。咁我哋成日都講8年都未有大變局咧，所以咧好多以前嗰個嘅規則玩法咧都會有改變嘅。咁第一咧我哋睇下點解嗰個強數據咧冇撐得起美元咧？首先要搞清楚一件事咧，今次嘅 ADP 個數據咧本身咧係存在2個弊病嘅。第一咧就係利好嘅消息咧早已經係消化咗啦。咁數據發布之前大多權威嗰個機構咧已經明確咧係判斷4月嗰個就業會顯著會改善嘅。咁外匯交易員嘅預期咧就早已經係實現到啦。咁當呢個數據落地嘅時候咧，市場咧就毫無咧係意外感。咁所以咧亦都冇新資金咧係願意係追於呢個美元啦。第二咧係 ADP 個指數咧參考性咧係有限嘅。咁ADP 只係咧非農嗰個嘅數據嘅預熱嘅指標嚟嘅啫，歷史性參考嘅價值咧就係有限嘅。全球大資金嘅目光咧始終咧聚焦響咧非農嘅報告，唔會因為咧 ADP 嗰個數據咧輕易咁調整咧佢哋買賣嘅倉位嘅。但係呢個咧唔係美元下跌嘅真正原因。第二咧就係有3重嘅力量咧同步咁搞殺，咁使到咧美元嘅支柱咧全部冧晒嘅。真正導致咗美元暴跌嘅咧係當日同時爆發咗3股嘅力量，係咧就地緣政治嗰個嘅反轉啦。咁避險嘅日價咧就消除啦。咁美元本輪上漲個核心咧發動機咧係美伊衝突升級帶嚟嗰個避險嘅需求嘅。但係近期局勢咧戲劇性咁反轉，咁特朗普咧公開表達咧係美伊對話嘅富有成效，白宮咧放話咧幾乎咧達成咗呢個嘅諒解備忘錄啦。咁和平預期咧升溫喎，咁引發一個連鎖反應咧，國際嘅油價當日咧係暴跌咧13%嘅。WTI 嗰個原油咧係跌破咗咧去90美元嘅大關嘅。咁通脹恐慌又降溫啦，避險咧要求咧係避險個需求咧亦都退潮啦。呢2大因素正係咧過去2個月咧支持美元嘅核心支柱。咁呢個支柱冧咗咧，美元就失去咗上漲嗰個嘅基礎啦。第2重嘅搞殺咧就係咧美聯儲鷹派咧係退潮啦。咁加息嗰個預期咧係會落空啦。咁紐約聯邦儲備主席威廉姆斯咧，呢個係美聯儲第3號人物咧，重磅咁表態咧，結合當前所有數據咧，近期裏邊根本就冇需要咧係加息嘅跡象嘅。咁市場咧本嚟咧係諗住咧期待鷹派有個信號出嚟咧，
但係咧迎嚟咧係呢個三把手啊親口咁講咧，就話加息暫時咧就唔會納入去咧考慮嘅紅線啦。咁啊加息預期咧係美元多頭嘅最後一張底牌啊。咁而呢張底牌咧係直接咧係抽走咗，咁美元上漲咧就失去咗呢個關鍵嘅動力啊。咁第三個咧就係咧降息嘅預期咧靜靜地咧係滲透，而資本咧邏輯咧喺度變化。最新嘅數據顯示啊，市場咧對7月咧降息嗰個嘅概念咧已經靜靜攀升咧到咧13%嘅機會嘅，從絕對唔可能咧變成咧可以考慮同埋可以咧係討論。咁預期嗰個微妙改變咧係足以撬動全球個資本嗰個配置嘅邏輯嘅，成為咧壓垮咗美元個隱形嘅力量啊。咁啊，由於地緣嗰個降溫啦，係呢個鷹派嘅退潮啦，降息嘅係咧可能會咧係出現啦。咁三重嘅力量咧同步咧係發力，咁啊使到息變有呢個10.9萬嘅 ADP 就業數據咧都好難係抵擋得住呢股嘅力量㗎。咁第三咧係最危險嘅信號啦，美元咧面臨不對稱嘅下跌嘅風險啊。咁喺呢個道明證券嘅分析師直頭講咧就話，美元喺非農數據公佈之前咧，正係面臨不對稱嘅下跌嘅風險嘅。咁如果非農數據差咧，美元就會大跌啦。咁衰退咧就會重現喎。咁如果非農數據係好咧，美元咧亦都好難咧有大幅係上漲嘅，因為咧加息預期咧已經被美聯儲就堵死咗啦。呢個意味住咩咧？過去嗰30年咧，非農數據咧好咧就會買咧美元啦，咁追住美元升；數據差咧就會拋美元啦，因為美元會跌啦。咁呢個交易嘅邏輯咧，喺而家咁嘅市場已經係失效啦。更值得警惕嘅係咧 ，ADP 嗰個統計數據咧係喺4月就業嘅 ADP 統計咧係4月嘅就業，而4月咧正係咧戰爭衝突嗰個嘅深入個實體經濟嗰個嘅階段，部分企業咧可能咧因為要囤貨呢個供應鏈混亂要臨時咧係補咗啲人嘅。咁呢個招聘同實際個經濟咧可能咧係未必係相關嘅。咁市場個信任咧同埋嗰個滯後嗰個數據咧，而係咧未來嗰個嘅趨勢咧，從根本上咧係剝奪咗呢個滯後嗰個數據嗰個定價權啦。咁第四咧，美元定價權咧已經係轉移啦。星展銀行嗰個策略師指出咧，當前美元指數嘅水平咧嚴重咁依賴咧係戰爭個日價同埋咧係油價恐慌嚟托底嘅。咁已經係回吐咗3月啦，嗰個戰爭爆發後嗰個絕大部分嘅漲幅㗎啦。一旦咧中東出現咧實質性嘅和平嘅突破咧，呢個日價咧就會拆除美元嘅美元嘅真實體質咧就會直接咧暴露喺咧全球嘅資本面前啦。咁從盤嘅面嚟睇咧，歐元持續發力英鎊6個月咧首次咧漲到 1.36， 日元咧單日咧暴漲到 1%， 所有主要非美元嗰個嘅貨幣咧都同時咧對於美元咧嚟攻擊㗎。咁呢個全球嘅資本咧對美元嗰個集體嘅信任一個投票啊。而家美元嘅定價權咧已經從呢個傳統嘅經濟嘅數據咧轉移到咧地緣政治同埋通貨，轉移到地緣政治同埋通脹嘅效應上面啦。第五咧就而家係應該點樣做咧？咁跟住3個核心嚟變啦。咁放棄傳統嘅交易邏輯咧，重點嘅跟蹤咧係以下嘅3個嘅變數嘅。咁呢啲咧係主要都係俾一啲俾一啲炒外匯嘅人參考嘅啫。如果你冇如果你唔係炒外匯而係買實金呢個美元咧，咁呢個基本上亦都唔需要考慮㗎啦。咁第一咧就係美伊個局勢會出現咧實質性嘅和平嘅突破啦，同埋和平嘅信號啊，同埋咧和平信號會一出咧，咁戰爭嘅日價咧就會咧係瓦解嘅，美元咧就將會美元咧將會面臨真實嘅一個價值嘅考驗啊。
第二咧，美聯儲官員表態咧，係咪會有新嘅變化咧？係咪加息啊，或者降息啊？嗰個預期嗰個調整咧，都會直接影響咧美元個走勢嘅。咁第三咧，油價同埋通脹嘅變數咧嘅聯效嘅效應咧，油價係通脹嘅先行嘅指標，亦都係當前咧美元定價嘅核心嘅變數啊！只有跟住咧呢個定價嘅規則嘅變化咧，至會準確把握咗美元後面嘅走勢啊！喺全球資本啊重構中咧係搶佔嘅先機嘅。咁我哋作一個結語咧，就係話規則變咗啦，咁你嘅交易邏輯咧亦都要變啦。咁正如我頭先我所講啦，因為呢個世界而家係8年之後未有大變局，所以咧以前一向做嗰個嘅舊規矩咧，好多嘅邏輯咧其實咧都會改變嘅。所以咧響今年啊，無論你係投資啊、炒賣啊，都要好特別小心啊，因為咧跟你以前嘅概念咧完全唔同啊。咁樣15個月啦，最強嘅就業數據咧換嚟咧係美元嘅2個月嘅最低。呢個咧唔係市場出咗錯啊，而係市場話俾你聽咧，舊嘅規矩已經係失效啦。新嘅定價邏輯咧，正係咧係主導一切。如果係睇識呢個嘅轉變嘅人咧，會直接下嚟咧，就喺個行情裏邊咧係佔主動啦。你睇唔懂嘅人咧，仍然繼續用個舊地圖嚟揾新世界。咁你肯定咧就會迷路啦。咁規則變，你嘅交易嘅邏輯咧亦都要跟住變啦。好啦，今日節目時間到啦。如果大家有咩提問咧，歡迎大家喺 Steve Chow S 金融下邊留言啦。喺呢度咧請大家支持訂閱 Steve Chow S 金融嘅頻道。大家留言、點讚、點廣告、分享，使到咧 Steve Chow S 金融咧能夠廣大咁傳播。最重要咧，可以分享俾其他嘅朋友知道咧，有 Steve Chow S 金融呢個嘅頻道。咁今日嘅節目時間到此啦。多謝大家。